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8月18公司台语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新闻开始来看，咱国内今仔新增加6例本土病例，其中新北市有2例，台北市有4例，各5个境外病例，无人死亡。来听指挥中心伫下晡上届新的说明。好，那我们今天报告本土的病例有6例，都不是从区隔里面验出来的。好，那境外移入有5例，那死亡的个案没有哈。那居住的县市是台北市的4例，新北市的2例。中午以前我们发的预约大概已经预约的大概是已经有41万多，所以这疫苗事实上还有剩余量，所以我们就在这个8月13号12点以前意愿登记，那是35岁到20岁的民众那都可以来再来预约那施打的时间一样到8月23号到8月29号。在罗斯福路的一个公营机构，但在前端3个时间里面有3个确诊那基本上我们把它列为是一个群聚就是那一层楼的全部都暂停上班做全体的清消，然后在那一层楼的全部都做 PCR。这个个案他是在8月13号，打了莫德纳疫苗第2剂所以等于是说他是8月14号发病，应该也不算是我们突破性的一个感染。那在国内的个案都是目前是有9例的个案9个个案都是打 A 粒的一个疫苗。国内疫苗第6轮的预约，今仔中昼12点就结束了。指挥中心表示，预约人数若是无满会阁开放20岁以上的人，嘛拢会当来注文注高端的疫苗。另外，嘛传出讲，台电有一个有新的员工有注2剂莫德纳疫苗，也毋过嘛是阁胃着病，这嘛是咱国的头一个伫国内注2剂疫苗莫德纳疫苗阁胃着病的案例。各注一支，就应阁增加保护力，唔惊去患着新冠病毒。这批疫苗注的对象唔是一般民众，是政府确诊者第一线医护人员。第一期注 AZ 疫苗，隔10礼拜了后，第2期就注莫德纳疫苗。疫情爆发之前就先打 A 粒了，那之后想混打莫德纳，就是想说它如果可以保护力更好的话，那就试看看混打的效果这样子。每一种疫苗都有它的优势跟副作用。所以我想这都是基于科学证据啦。那当然，莫达纳的副作用可能是打以后注射部位比较疼痛不舒服这些。日前指挥中心顶礼拜启动注2支无同款牌子的疫苗，第一批配送5000多支莫德纳，按算这礼拜阁配送4.5万支到全台专职病院，各以高风险的医护人员为优先，希望增加防护力。不过，却传出台电有2名确诊个案。其中一个是已经注2剂莫德纳的30多岁有新的福林人。莫德纳的对于原来的武汉株或者是英国株呢，它的保护效力应该是94%到95%，所以也就是说，即使碰到原来的病毒株，它也是有5%的机会有可能会失败，所以突破性感染不是完全不可能的啦。专家强调，任何疫苗保护力拢是100%，不过注过疫苗应降低当增加死亡风险。国内第6轮高端疫苗伫礼拜3中昼12点为止来停止有效。指挥中心表示，若注的人数无满，注的年会会阁向下骹开放，予36岁以下少年人用注疫苗。记者综合报道。来看苗栗县议会长理事会最后一天国民党团提案要求苗栗提供民众的疫苗一定要经过国际认证，议会已经通过，这嘛算是咱国内头一个地方议会对国产疫苗的无信任投票。建请县府与县内施打经国际认证之新冠疫苗一案提请审议。苗栗县议会8月17举行临时会，伫最后一天的议程，国民党提案要求县府伫县内做的新冠疫苗要有国际认证才通摕来做。议会也通过这个临时动议。货车卸货。各位议员同仁对动之15号案有没有什么意见？没有的话，照原案通过。国民党籍的县长徐耀昌16个伫面册提醒民众会当线顶预约注高端疫苗，想袂到过段间共党籍的人煞伫议会提出这款要求。议会国民党团表示无反对国产疫苗，不过希望完成相关的科学验证了后，才摕来注射，袂当用人民来做实验。
苏当时伫现场的民进党甲无党籍的议员也拢无提出意见。这是国内头一摆有地方的议会提出对国产疫苗无信任的投票。你没有经过3期的实验，就现在要强迫我们的民众去打，在没有疫苗期间，逼不得已要选择这一条路。那他们的健康要谁来重视？我们也是配合中央的疫苗政策。那中央拨配什么样的疫苗下来，我们就按照中央的拨配呢来给乡亲呢做接种。就是打不打都是人民的选择嘛。我是坚持不打高端，就这样说。这个临时动议毋是法案，无强制力，敢若代表了关议会国民党团的立场。了卫生局也表示，注疫苗是中央的职权，卫生局敢若会当照中央规定，甲分配到的疫苗摕来注射。敢要注国产疫苗，有关是民众家己来选择。记者综合报道。台北的家乐福传出一个确诊者伫发病前3日有去卖场内底的餐厅用餐哦，早上8点卖场先关门消毒，明仔才恢复营业。嘛，扣出18人爱自主健康管理。昨上台北市增加2个本土的病例，其中有1个是还未满10岁的囡仔。卫生局表示哦，这囡仔是伫个解除隔离之前验出病毒的个案。不少民众透早来天母家乐福准备买物件，才发现讲无开。行到大门口看到防疫广告，才知影，对前一天的暗时8点就停业消毒，要到19才会重新开门。会不会觉得很突然？就是啊。他会不会担心？没有什么好担心啦，自然啦。之前不知道他今天要清消。今仔休困吼，无来排位买。台北市卫生局证实，天母家乐福有确诊者去过。一个个案伫咧发病前3天，伫咧卖场内底素食店食物件，已经扣了18人自主健康管理。原来是素食店嘛停业3天，8月20了后暂停核食，全部拢用早走也是外送的方式，一直到8月31。原来是台北市14新增加2个本土个案当中，有一个无满10岁囡仔。卫生局指出，伊是伫咧解除隔离进前做 PCR 验出来阳性个案，保证当日住院。这几天台北市的本土个案一直下降，不过市长侯友宜是真烦恼Delta病毒，认为台湾是袂堪你第2遍还有Delta病毒攻击败。最重要阻绝于境外，要把它做好以外，能不能再采用更高的标准，如何挡住所有境外的一切可能性？这也是我们要好好再基于做好审视，一个阶段一个阶段要不断的调整整个作战计划。即马是旧历7月份，真侪机关甲企业拢在准备中外普渡。侯友宜强调讲，一定要做好防疫规定，维持室内50个人、室外100个人以下限制，管理袂当放零。风景区甲餐厅有可能会有真侪人去做伙所在，各局处嘛拢爱加强宣导甲防疫。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高雄桃园的长桥，佮继续的抢通，因为逐工拢会发生土石流，无想到讲有民众佮专工走去要看土石流，路灯啊嘛是佮有带伫山林的民众硬要过，实在是拢真危险哦。因为山顶的山影目前长咧大出，有大厦甲相关的单位是长咧想办法讲，看敢有法度用无人机甲这山影载落山。高雄桃园的明北溪路桥8月17日，玉水溪土石流抢登去，到即马还不时有土石流发生。地势变大的工程和失踪代表谢义珍的诉求是几落摆暂停。想袂到，阁有民众特别上山要看土石流，警方是赶紧加强管制。旅客请勿这段期间请勿上山，以免造成救灾人员的困扰。加上我们在南横公路93K 已经开始管制了。土石流常常发生，增加变道施工的难度。受困的复兴里农民，除了克服生活食穿，也着维持生计和收入。除了赶紧将9分的金峰山啊做成果子干来卖，也因为青果的价数较悬，桃园区代表和实践大学等单位合作，要用无人机来运送山啊。台湾希望创新那边直接去修改它的通讯，它会用4G 的通讯来做数据的传输啦，来弥补讯号会遗失的这个问题。我们测试成功之后，预计最多会用6台轮流飞。无人机把一束山啊试飞，经济明表示，各团队当咧拍拼解决飞行信号的相关问题，希望上紧这礼拜会当开始。若8月11日暴露水失踪的谢义珍代表，经过1礼拜外的搜救，到当也是找无人。消防局8月18日决定要伫落水点开澳找找。
民坝客路桥护新端配合甲仙公路段开挖。第二组人员有所阿纪桥至六龟大桥沿岸进行空拍及岸巡。因为便道的时间和搜救工作也正在进行，警方也阁呼吁民众着卖撞入去管制区，避免影响时间和搜救作业，甚至发生危险。记者综合报道。别流旅游顶礼拜六重新出团哦，因为会当注疫苗，会当出国去佚佗，生意是真好。也毋过传出讲，当地已经无要提供莫德纳的疫苗咯，只剩辉瑞个江森会当选尔。今仔暗时哦，顶礼拜六出发的头一团嘛已经要回国咯。飞行机慢慢靠近空桥，北流旅游专案2点空第2梯次，18早起10点半起飞。有130名旅客，包括125名团客甲5名散客，将是到北流旅游最后一批会当做到莫德纳的旅客。主要是打疫苗，然后顺便观光。听说你们是最后一批可以打莫德纳的。对，蛮开心的啊，就可以打到自己想打的疫苗。因为台湾的疫苗比较不足，那时程又比较不确定。北流旅游专案重新启动，因为会当做疫苗，出国佚佗，转来阁无需要隔离14天，真受到不少台湾旅客欢迎。不过北流方面也公告，19起将无可提供入境北流旅客做莫德纳。只剩辉瑞甲侨生，敢是对旅游专案造成冲击，有缘有待观察。因为要打疫苗啊，对，然后台湾就会排不到疫苗。只有1剂，那第2剂？后来台湾等啊。原本打算去关岛，那后来选择帛琉的原因是因为帛琉就5+9就可以在家里隔离，就是比较方便。机场公司表示，北流xuất发团旅客暗时入境。为了避免旅客南做伙接触着病，已经按照指挥中心要求，做好一份旅客甲北流回国旅客入境分流。不管是动线、使用的厕所，还有购买的免税商店等等，我们都有做一个仔细的规划。机场公司表示，除了分流，也做好机场清消，落实国门防疫。另外，为北流返来的旅客，也是需要经过采检，搁加上5+9自主健康管理。记者综合报道。教育部昨公布开学了后防疫的相关办法，台北市的各校校长今仔嘛做伙伫线顶开会来讨论哦。体育课甲音乐课会来调整内容，学校会做好准备，让学生安心等来学校上课。是澎湖市的防护衫加帽啊。是台北市大家各校新生今日入学的礼物，因为防疫期间，学生无论是伫咧较菜，抑个食饭的时阵，拢规定爱穿防护衫，甲落塑胶手笼，降低感染的风险。学生因为就是跑跑跳跳，觉得很热，所以就其实口罩会常拿下来，对，然后就变成要继续宣导说他们要一直戴着口罩。伫开学进前，学校全部拢消毒过一遍，开学了。逐天上课进前加放学了，会阁消毒过一遍。容易产生肢体接触的体育课，亲像是篮球或者是躲避球这款球类成败上，以跳绳啊、跑步或者是体操这款个人运动为主。另外，音乐课会当挂水烟唱歌，不过有可能会喷水暖的滴片啊，这个人甲手安怎捏卖喷。学校的一切拢是依照教育部在这所公布的开学防疫指引。至少让学校呢，也有这个。大概12天到13天的时间将近2个礼拜的时间，大家可以因应每2个礼拜做一个基准，做滚动式的修正。台北市小学的校长伫咧指引公布了过当天，最近伫咧线顶开会做演讲，不过像大家各校，抑个新进的老师，抑个身体无适合做防疫的老师，就要提供3天内快筛或者是 PCR 检测阴性证明。虽然教育部已经发文把快筛的试剂纳入防疫物资，不过基层抑个真侪老师唔知影，担心检测的费用会增加负担。因为费用蛮高的啊，老师要来上课，可能一季要3000多块，这个部分我们可能一日所得都不够。就算是教室内边有开冷气，窗仔门用爱开差不多一个拳头不讲大细窗，和空气流通。拄仔顶爱采隔板，学校内面所有设备也拢消毒过一遍，就等9月开学，囡仔要转来学校上课。记者综合报道。台东县政府顶礼拜六暗头啊，伫大武乡的滨海公园办灯会艺术季的开幕活动哦，有伫户外提供食食，邀请100个人，也毋过现场无隔板、无人为坐，有人批评讲县政府歹带头，家己无遵守防疫的规定。
就是尾仔大东县政府伫大武乡滨海公路办南回艺术季开幕活动，主办单位依照中央防疫指引，只邀请100人参加。活动结束了后，安排来宾伫外口食饭，甲年夜菜大家齐做伙。不过，安尼情形，互餐厅业者看甲真心酸，因为防疫期间严格规定，餐厅甲夜市伫内底食饭爱用煤灰灶，也就是隔板。不只是开钱，还佫减少人流、减少营业收入。不过，政府活动煞无安尼做。店家们都花了一笔很大的钱去做防护啦那个政府在户外办活动相对也是要照着这样子的游戏规则走。主办单位台东县政府文化处处出面会室内表示，迄一天无好好要求承揽活动的厂商，依照防疫规定办理，会负起责任。台东县卫生局强调，以传染病防治法相关规定上悬违规罚款是30万，不过依照迄时阵进行调查了后，才可罚款。这个隔板还有座位的这个密度过密的部分，是我们当时考量不周，所以造成今天这样违反防疫规定的状况，在这边也是跟大家说声抱歉。这个活动算起来也不算小型的活动了，也算蛮大型的活动了，所以我们会用最高的额度来开罚。文化处强调，罚款未动用公务预算，不过外界对这事件也是真无谅解，因为大东县已经69天零确诊，即马观光客过来啊，只有一个小细节无注意，防疫度空芳，希望政府家己应带头做好。记者综合报道。来看纽西兰的奥克兰半年外来拢无病例也毋过昨传出一个社区感染，后来又搁新增加4例。纽西兰随着宣布讲全国封城3日，确诊者捌去过奥克兰跟科罗曼德尔半岛封城7日。另外，日本嘛因为疫情滚价，又搁提出新的防疫政策。进前宣布要甲病毒隔离，伫国土以外，明年开始才要豆豆开放边境的纽西兰，这次传出人口上济城市奥克兰有一个确诊病例，因为这是半冬来头一个确诊病例，互当局是真紧张，直接宣告为当地18开始实施第4级的防疫警戒，要求全国封城，你确诊病人去过的城市爱封较久。Level 4 will be for initial period of 3 days, except for Auckland and the Coromandel Peninsula, who we anticipate will likely be at level 4 for 7 days, due to them being most closely linked to our current case. 这个确诊的58岁查甫人，必须等基因定数报告出来，才会当确诊是毋是为着 Delta 变种病毒。另外，卫生部门嘛咧找伊的感染来源。若是全国封城了后，除了民生基本服务，所有学校、办公室甲企业拢爱关门，避免有更较侪人互传染。而受到 Delta 病毒影响，疫情愈来愈严重的日本，除了第17宣布实施紧急状态城市，增加到13个以外，防止拖规定重点措施的城市嘛增加到16个，实施的期限拢为20开始到9月12日。只是常常实施緊急狀態，讓日本民眾限制防疫疲勞。もう正直今までと同じような出し方であればもうあまり影響ないのかなと、もう皆さんもう麻痺してると思うんですよね。またかみたいな感じで。だからちょっと今までと違ったような内容にしないと効果は少ないのかなと思いますよね。日本首相菅义偉17日喺首相官邸召開記者會表示，疫情拓展入境會推動3支條防疫對策，包括愛確保醫療容量體制，還有防疫對策，甲敦促注射疫苗。即馬居家療養的患者傷濟，會敦促各地方政府加強甲醫療機構合作，增加醫生的薪水來鼓勵因做電話問診，嘛會建設勇氣供應的體制。而真正用只會就療法做基礎的中和抗體藥物，會當予當淨化的風險降低70%，嘛會針對50歲以上有慢性病的病人來使用，減少轉做重症病人的人數。國際新聞電視同朋友。來看法國南部一個觀光地區聖托貝，將火燒山3500外公頃的山攏燒掉，嘛趕緊來疏散當地民眾甲度假遊客，攏總6000外人。這場火出動9擺消防人員11台直升機去拍火。法國總統馬克宏嘛到現場了解狀況，目前火已經受到控制。暗暝的天頂，和大火照甲光影影，直升機佇咧頂頭來來回回。幾落百位消防員佇咧法國利維埃拉附近的森林拍火。法國南部度假地聖托貝附近發生野火，因為正拄好是曉熱旺季，真濟遊客佇咧遮露營。火炭燒3500外公頃的森林加雞樹場，大約6000外人對家己的厝內加10幾個露營區撤離，先住佇咧當地一個發航員工的度假中心。
C'est un feu, je le rappelle, qui est ultra violent, des vitesses de propagation de plus de 5 km/h. C'est-à-dire que le feu a parcouru 5 km en 1 heure dans le massif naturel des morts. Ce sont des collines, des avennes, donc très difficile pour les sapeurs-pompiers d'aller chercher le feu au pied des arbres et de se battre. 东桥动员超过900位消防员11台直升机拍火，因为天气抑阁是真热真打扫，每天的温度差不多拢超过摄氏40度。为了安全，入去森林的通道拢封锁，有一寡路也拢封起来。法国总统马克龙佢当天也去现场看灾，也慰问辛苦的消防员。Malheureusement, 3500 hectares ont brûlé, ce qui est évidemment un chiffre absolument terrible en termes de biodiversité et en termes de patrimoine naturel. Et je veux ici dire combien, grâce à cette mobilisation, le pire a été évité, puisque d'abord les vies ont été protégées, et nous ne déplorons pas aujourd'hui de victimes de cet incendie, et que malgré 3 blessés, auxquels je pense aujourd'hui et je veux apporter tout notre soutien, nos sapeurs-pompiers sont aussi continuent à être au combat, mais ont pu stabiliser la situation. 地中海地区今年发生野火国家，包括希腊、土耳其、意大利、阿尔及利亚、西班牙，怎么也烧到法国。气候科学家警告讲，全世界暖化结果，极端天气，正就是高温、可化、野火、大水、甲飓风等现象发生的情形会愈来愈接。记者综合报道。美国上大的人工湖甲水库米德湖最近因为天气上过热热，无啥雨水哦，可化是真严重，水敢若剩1/3尔。美国伫8月16日发出限水个欠水的通知，这些人无水通用，水位嘛上过低，无法度发电哦，供电嘛受到影响。伫内华达州甲亚利桑那州各界的米德湖，当时原来是全美国上界大的人造湖甲水库。最近因为消防提早报道，地受到打扫情形严重，当地水情出现警讯。截至8月，米德湖的水位下降到历史的新低，敢若剩1/3。美国气象局昨日发布米德湖进入一级欠水的情形，这原来是全美国头一遍发布欠水通告。另外，也宣布为10月开始，拢总一年减少供水，其中亚利桑那州年供应量减少上济，达到18%。加州出产杏仁全球市场率达到8成，价值60亿美金。即摆也因为可化作物无水通用，致使着杏仁产量减少，无法度负担水源的果农，即摆干来当建在杏仁树打死。We're going to see a slight reduction in the amount of almonds coming out of California, which the world's going to start to see less almonds. 一份最新的美国可化监测报告指出，美国西南部有9成以上的所在当面临可化威胁。10州州长发出任命批，要求总统拜登宣布进入联邦可化状态，让农民甲牧场主人会当申请补助。We must adapt to the new reality of a warmer, drier future, where today's Colorado River hydrology is not the same hydrology this basin knew a century ago. 那影响到水源分配，全国上界大的水坝胡佛水坝的发电量也会对着水位降低，水也无法度发电。也安尼，加州、内华达、亚利桑那州差不多130万人供电会受到威胁。公司新闻王碧文编译。再来看咱国内的消息咯，因为锋面接近中台湾中部以北个外岛的马祖、贵岛部分地区会落大雨。目前伫关岛的附近海面有一个热带性的低气压，本地是有形成风台的威胁，也毋过气象局是表示讲，这个威胁暂时解除啊。目前是正做一般的低气压，气象局会个继续观察。锋面长咧瓦近，气象局提醒讲，中部以北的地区8月18日天气无稳定，贵岛要注意上大雨。山区北部甲东半部也是主要会落雨的所在。即届锋面是地流风，伫8月份真罕见，毋过也发生过。另外，外岛的马祖也要注意变大雨。马祖今天有可能出现一些短时的强降雨就短延时的强降雨，而且有可能比较大雨势出现的机会。关岛附近海面的热带性低气压，气象局伫10日透早8点宣布已变做一般性的低气压，也表示结做风台的机会已经降到真低。这个低气压继续刷向台湾东边的海面，也就是琉球附近的海域。未来的发展阁要继续观察。对我们的影响程度呢，还要再持续的观察。那也请大家留心我们最新的天气预报。气象局表示，锋面大约影响2天，8月就渐渐离开，使到天气个会较稳定，变作是侪云好天，贵岛落雷公雨的情形。
记者综合报道。因为疫情观光业饭店是真惨。早起伫一场座谈会，饭店的业者就讲因拢无收入，人事的成本压力真大。伊望讲政府会当来提供明确防疫政策甲时间表，亲像是讲疫苗注射率达到偌济趴，就来开放旅游，有明确方向，互因会当来思考讲，敢搁要继续经落去。因为疫情，国内旅游产业包括着饭店、旅行社，还有相关业者受到严重的冲击。在一场观光旅游产业发展的座谈会，真侪业者表示，因为社会责任照顾员工生活继续做落去，不过钱一直烧，这压力真大。希望政府来到协助贷款，还有增加补助。纾困的部分，希望能够再加一点力道哈，因为这一次的这个纾困的力道还是有弱了一点，刚好碰到这一年的时候呢，金融业反而自己怕了哈。这时候呢，也跟我们去把这个银根给抽回来。业者嘛希望政府会当讲好清楚未来防疫政策方向，还有开放的时间点，互因会当知影下一步要安怎行。请问到明年春节之后，如果覆盖率有到达一定的60%以上的程度的时候，是不是一定要来开放？所以希望国家要给我们一个信心，要给我们一个承诺，我们需要一个时间表，让我们的业者能够来自立自强，想办法延命到那个时候。这2年呢，住进了安宁病房，我们要问政府，到底什么时候有没有这个时间表？我们产业如果支撑不了，我们要把管。几个月进行这类的会议，业者还会就未来观光产业要安怎发展提供建议。不，即马业者上关心的是家己的资金，阁会当冻偌久。即马反映出观光产业1年外来，因为疫情营运无好，甚至是无收入，已经该到最后，敢会当继续做落去的关键时刻。记者梁志雄、曾志贤台北报道。来看，真侪民众拢在传讲中华的一寡超小的翕相机其实拢是假。中华县的交通队是坦白讲，因为预算中华拢总有64台翕相机，只有34台有的翕相也毋过今年的上半年就开出4万张的红单。交通队嘛强调讲会定定来帮这翕相机换位，方向嘛直接变，民众嘛是爱遵守交通规则。警员将固定式的测速机降落来，佮甲伊的挂拍开。毋过，毋是要摕已经翕到的档案，是直接甲规个主机摕出来，再佮甲空壳塞倒去原地所在。远远看去，这只测速机有原是伫遐咧掠超速，这是中华的139县道，为着要防止民众超速，警方伫遮设置2只固定式的测速翕相机，毋过无一定有安主机。警方证实，原来64架固定式的测速机敢若34架有主机。我们原则上是定期半年会做一次检讨，那也会机动式的不定时针对这个依照式路段来随时来做检讨，来修正这个主机的位置。警方表示，今年顶半年专管违规超速已经掠4万过46件，固定式的测速机有一定的必要。就算敢若是空壳，嘛会当有吓惊的效果。民众是认为，只要家己莫超速，测速机是真也是假，影响无介大。有人会假到迄，但是实际上我感觉迄是无差，因为主要是要好出来。看着这尽量大家拢嘛较减速的啦，系啦，有嘛当作有咧翕，每一支拢有咧翕的，安尼。中华交通队表示，这64架拢有照规定公告出来，嘛会伫头前设置警告的标示。虽然主机无够，毋过会配合刷动主机甲人工加强处理，而且主要的目的毋是要开单，是要提醒驾驶毋通超速。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台北市的社岛开发案已经前50档了，内政部将审查社岛主要计划延期。台北市政府今仔嘛开宽评会议，反对开发的社岛自救会是批评讲，台北市政府拢无甲因讨论，就来做宽评。也毋过赞成开发的民众是讲因支持市政府来推动区段征收，嘛望讲宽评会当赶紧通过。甲警方爆发烧杀冲突。
社下自救会原本定定的地点，和社下居民权益促进会占据。自救会批评北市府制造居民对立，社下开发案拖延50年。内政部17星期，社下主要计划定案。隔一天，北市府18召开宽屏肃行会议，和反对派的自救会非常不满。这期北市府还未举行公民参与委员会讨论社下替代方案，都先进行宽屏，逻辑未通。沟通好，我们讨论好可行的替代方案，聚落保存的替代方案，你才有办法再来召开这个环评。因为这个替代方案，它未来它对环境影响评估内容，它是会有很重大的一个影响的部分。解除禁建是大家要的，对不对？存9大聚落，对不对？自救会表示，社下需要改变，杨过不是三变式的高强度开发。一般的审查也无纳入自救会提出的自路保存，所以画出反对区段征收、高大自路专属保留、甲原地重建。对此，赞成开发的社下居民权益促进会表示，社下违章工厂真侪，欠公共设施，有厝无地超过1000户，呼吁尽速通过开发案，改善居民生活。我们相信最需要的是能够呢，譬如说优惠多一点，补偿的方式好一点，能够让大家的经济负担能够降低一点。如果最近这个极端气候来的话，它是一个重要的人民生命财产的一个重要的一个灾害啊，所以加速开发、尽早解禁是视乎维护涉事岛居民生命财产权益的政策目标。潘金星强调。区段征收是目前上适当的选项，兼顾社下方方计划公共建设、居民安置、弱势照顾，强调北市府会提出上大诚意，让社下有适合居住的未来。记者综合报道。南投第37号道路的计划已经前40天了，本地伫初10就要开始动工哦。也毋过自救会伫初9去公所定情，今仔又过来到台北内政部定情，因呼吁内政部爱重新评估。伊嘛质疑讲，无到800公尺的道路，爱拆掉200间的徛架，实在是真无合理哦。因要求应该爱重新来规划路线。竹山道路，竹山道路。也标语甲北部条啊，去内政部道前抗议，不满南投德山镇7号道路延迟将近40年，牵涉到方方工程甲道路交通安全，早已经无按照原定计划开的必要性，要求内政部重新评估。这条路，请大家查一下，伊的使用期限是甲美国100年啊。换一句话讲，100年以后，你就已经无开路权啊。你要开路会使，依据法定程序，你搁定申请。这条7号计划道路是德山镇计划区道路，北起德山路，南到嘉靖2巷。自救会即期全长796公尺的道路，就要拆200间的面体，要求改路线。本来阮德山镇公所要拆的，就是这要做的，就是红色的这个红色内底。拢总200几间厝，一条新路通过这条，拢总是新式的好生地，拢免拆到百姓厝。2014年，内政部也针对7号道路变更案回应，原则上同意，按过提出要符合3点条件前提之下，这条原定8月70开始施工。因为自救会初9去镇公所定情，镇公所表示尊重，毋过佫表示所有程序依法执行，希望好好沟通，圆满结束。记者综合报道。花莲县北方市机场这案哦，去年因为民众抗议，花莲县政府后来就撤销执照，嘛承诺讲会来制定自治条例。一冬过去了，花莲县政府今仔嘛甲草案送到议会审查。也毋过早起有环保团体是到现场抗议，因认为县政府提出来的版本哦，上过潦草咯。要表达对政府版本的退步条例不满，环保团体也抗议标语伫花莲县议会2楼表达抗议，因为政府答应因的代志拢无做到。非常烦恼，这个草案若是通过，未来将会有较侪空间。自救会的宗旨就是距离一定还是要拉开，那原基法一定还是要纳入。那还有一个就是农舍这个部分，其实我们也还是强烈希望，因为他们也是有居住的事实。有关这期，县府伫制定新设伫铁幕场管理自治条例。
例是捌答应6个月召开一摆平台会议，不过实际上只开一摆。另外新的条例若是通过，不妨紧的会当重新申请。那安尼这一年的定情抗议有啥物意义？我方再来申请设置的话，它会不会过？如果它照现在所有的条件，现在这新的版本，如果它都有遵守，它会过。政府的决定应该是要有诚信，但是你们县府到今天送到议会的自治条例里面，并没有按照你的决定去做承诺。目前条例较受争议的，包括畜牧业距离徛起300公尺摆渡农舍，甲原期发动议权。法案7大项，爱一审查，有计19才有结果。记者综合报道。指挥官陈时中昨表示讲，已经邀请专家来讨论讲预防社所谓正面平台规划。也毋过因为咱国内民众注射率阁无悬，所以目前是暂时无要推动这临近平台咯。华航甲中营航空嘛已经宣布讲会来配合国际推动的 IATA 旅行通行证，先来试办看卖。电机柜台报道，除了护照以外，还阁摕你的手机啊，因为爱扫你的 IATA Travel Pass。安尼就当知影乘客 PCR 检测结果。华航宣布要启用国际航空运输协会 IATA Travel Pass 旅行通行证，导入健康数位验证程序。规划美国洛杉矶、旧金山、纽约、加拿大温哥华、安大略，也甲德国法兰克福、英国伦敦、新加坡8个航点，等来台北的航班，一定8月30日启用。另外，中原航空也宣布要伫巴黎往台北航线来启用，一定9月实施。毋但简化报道的程序，地勤人员会当降低人甲人的接触。而且随知影旅客健康资讯，加速报道的流程效率。那现在这个PCR 的检验，只是让它再加入它的系统，让它比较说没有安全的疑虑，而且速率比较快的可以通过通关。国际航空运输协会伫疫情期间推出国际航空旅行通行证，目前超过70间航空公司参加。旅客伫咧登机前爱先下载 IATA Travel Pass 的 App， 佮建立个人的数位 ID， 透过 App 的专属平台查询指定的医疗院所，佮前往病院完成 PCR 的核酸检测。医疗院所就会主动将 PCR 检测的报告登录到你的手机程式。迄天登记报道的时阵，爱摕出 App 内底的数位凭证，经过地勤人员确认了后，才会当登记。飞航专家是讲，这是未来出国的趋势。不过国内最近所推出的数位注射证明速度，算起来比欧美各国较慢。好，在这个时候可能都不宜来推动相关事，等到疫苗的覆盖率比较高，好，那时候才来做相关的一些使用方式的考量。其实政府所研发的健康健保都有注射疫苗的资料，也甲 PCR 核酸检测的结果。不过台湾毋是国际航空运输协会会员，资料恐惊未当通用。目前敢会当下载程式，而且爱找出导入相关资料的方法。记者综合报道。2天前，有一个卖厝的中人，伊家己写软体收集上一笔厝主的个人资料，佮甲这个资料卖互房屋买卖的公司，互因来开发新客户，大约是赚300多万哦。警方调查发现讲，有62个中人有买来使用，这个人嘛拢违反个资法，全部拢甲因移送地检署咯。输入关键字、民众的住址、联络方式、职业，所有资讯拢看现现。这种俗称小白机的系统有上1条资料，为咗讲帮中业者看准会当摕到厝主的个人资料来开发客户，就拢买来用。不过安尼是已经违法。他可能买了这个资料之后呢，全公司的同事大家 share。然后大家来平均付，可能每个同事平均一个人付个几千块，来摊提这4、5万块，然后大家一间公司来共享这个资料，这个是很常见的。同款卖税广告，几多间房仲业者同时拢有看，竞争真激烈。非当事房仲业者讲，这种开发系统会当提高销售成绩，业者真侪业务员拢非法伫咧使用。检警一日接到报案了，伫咧上北贵人桃园等地搜查，约达62位房仲业者。自行以曾经在暗网上流传的旧资料为基底，开发个资查询 People 系统。那想要购买者需要先提供名片，那来验证为房仲业者。
那并且他只在公共场所进行面交。检警也查到卖小白鸡的2位嫌犯，原来是自108年底就开始以8000到5万5的计数伫咧卖，不法获利已经超过300万，甚至想要买，也怪看你放重身份的认证，把关正严。不过透过非法的行为趁钱，系统业者、涉案的放重业者，拢依照违反购资法上地检署。记者综合报道。比特犬常常加人哦，农委会经禁止国内饲这种进口的比特犬，经济部上近10月中就来禁止进口。也毋过有宠物业者是表示讲因反对，因认为应该禁止的是非法的搭狗场。嘛烦恼讲，若是真正禁止饲比特犬，可能会有真侪比特犬互主人放杀。送被邮差可被加掉的，无论主人安怎拍，嘴也是歪放。这种比特狗嘴加的力量真大。伫过去媒体就定定报道比特狗攻击人的事件，互农委会列入禁止饲炭进出口的名单。经济部国务局也配合政策，自17有过修正，限制输入废品表。上紧自10月中开始，包括中国所有国家拢禁止输入比特狗。所以说犬只本身我们目前是 MW0的一个输入代号。那个代号的话，就是针对中国大陆的话，货品犬只是全部都不能进来。那未来的话是111的话，这个部分是针对所有国家。那他是说所有国家比特犬都不能进来。比特狗市面上的计价差不多3万到15万，以后袂当搁再进口。不过原本饲的主人会当继续饲，业者这方面是袂当搁再卖甲断。有业者就讲，到时可能会有人无想要饲，随便放杀。以因的立场来讲，当然是反对禁令。狩猎用的话，它会跟其他的犬种做杂交，所以后面他们会故意把它们训练得很凶残，甚至于很多非法的地下的斗狗场，他们都是用生肉喂食它了，然后整天把它关在一个笼区里面，把黑布盖着。宠物业上面来讲的话，我们当然是反对政府禁止啊，因为比特犬它有很多的个性，你像在美国，它有拿来雇婴儿啊。业者讲，一般比特狗的本性无大家想的这么歹，不过确实有这款比特狗被训练成做掠山猪或者是斗狗，作为跋筊的用途，拢会互比特狗愈来愈歹，也加深甲人的冲突。记者综合报道。之前任务要收成的时候，大好落大雨，害南投信义乡的任务拢闭去，加在品质阁袂歹，高分阁有够脆哦。虽然歹看头，也毋过同款好食。加起来喷汁甜阁脆的任务，是热人的时正适合摕来煮脆大的果子。毋过进前受到连续几6天落大雨影响，南投信义乡的高山任务有出现闭气的情形。气候问题就是基本上就是比较不会裂果啦。这里雨水如果太多也是会裂。如果加上温度热度太高又下才8号我就会更多了，远比之前多一点啦，都有差不多8、9成。任务主要是伫高雄甲屏东的地区大出，即马中部种任务的面积也渐渐扩大。南投信义乡就是中部出产任务重要的地区。那么我们信义的莲雾它是比较扎实，或者是我们这边的气候特别的温差大所以说它的枣色还有它果肉它那个海绵体就很扎实。5月份到8月份是莲雾大出的时期，因正适合伫温暖、湿佮淡的环境生长，袂堪伫受风寒。不过农民有研发出一款冬天也通种的莲雾，所以即马一年四季拢食会到。记者综合报道。下半晡的天气，咱来看各县市详细资料。北部地区上低28度，上悬32度。中部地区上低28度，上悬33度。南部地区上低29度，上悬33度。东部地区上低28度，上悬31度。
华岛地区上低26度，上悬31度。感谢观众朋友收看公视台语台的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明仔载下晡3点，咱再会。